路要走，别放手。被他们鄙视的时候，请不要放在心中难受，往前走。那要不多的苦的内容，你们落泪波，一段对多么木头，起了波，家在那一瑞妈妈的，为的那瑞也嘛谁的路呢？卡你瑞呀瑞那嘛，就放手去拼吧，没什么可害怕，就算。转动，所有要自己去掌控，别放手。被他们质疑的时候，请不要在乎太多太多，只需要为你自己而活。别就插起来吧，写在那个秒刷，加上奶泪加激素片。想俯瞰所有风景，要一步步往上登。就站起来吧，写散那个秒刷，就算次次都失败，那又怎样？别飘飘来散吧，下山了啦的卡利亚。想俯瞰所有风景，要一步步往上爬。